大家好，我係註冊物理治療師莊子老師。跑步嘅朋友咧，留意翻啦喎，我哋上集咧就講過 IT band 膝頭哥外側痛嘅一個問題。有興趣知翻個內容咧，係可以睇翻呢一個嘅。咁今集咧，我哋再講另一個咧非常常見嘅膝頭哥問題，直頭個名啊都知啦，就叫做 runner's knee 跑者膝。佢嘅痛咧就係喺膝頭哥嘅前面同埋下方嘅部分嘅。呢個痛症嘅成因咧就係包括第一，個跑姿出問題。如果隻腳咧跨步過大，或者腳踭落地嘅話咧，都要留意噃。咁另外當然咧就係四頭肌啦，即係大髀前面肌肉繃緊，拉筋拉唔夠咧，亦都會有機會導致呢一個痛症嘅問題發生嘅。好，首先咧我哋採取一個前弓後箭嘅一個步姿啦。拉筋嗰隻腳咧就當然係左邊而家呢一個位啦。咁如果咧大家平衡力係爭啲嘅話，可以攞兩個瑜伽磚 hold 住喺兩邊。留意住咧前面嗰隻腳咧個膝頭哥咧90度嘅姿態㗎，盡量咧唔好太過前咧過咗個腳趾尖。可以膝頭哥嘅中間點咧就去翻第二、第三隻腳趾嘅位置就啱啦。好，然後我哋向前拉，係感受到咧後邊嗰隻腳咧大髀一路有拉扯感覺嘅。然後我哋深呼吸。一樣咧5下呼吸咧，去幫自己完全 feel 到晒咧大髀前面啦，甚至乎咧去到個肚腹嘅位置咧都有拉扯嘅感覺嘅。完全嘅放鬆晒啲部分。咁一般咧，我哋咧可以5下呼吸為之一組嘅話，就做3組咧，咁就最好啦。好，然後咧，我哋第二個動作咧，做一個 hip bridge 啦。首先咧，瞓喺度啦，平躺，雙腳咧膊頭闊度分開。然後咧，我哋有一個瑜伽磚咧，就夾喺兩個膝頭哥中間，預防一個膝頭哥內扣嘅情況嘅。好，然後我哋趌起屁股上，慢慢上嘅時候咧，感受到個 hip 咧就扯住用力，去到個後大腿都有嘅。跟住慢慢放，好，跟住再嚟上。咁我呢個動作咧，我哋就可以咧30下咧為之一組。咁有時間我哋做3組，完全咧啟動晒個hip 同埋個大髀嘅肌肉嘅。各位跑友如果想 PB 咧，一定要跑前跑後都要做好呢啲運動啊！1月嘅渣馬，大家加油 PB，加油 PB！